場內地綜藝翻車，令到方圓俾全網嘲諷，好多人都喺度睇熱鬧，鬧佢情商低、架子大。但係事實上呢，佢呢啲唔叫作，佢係急住將自己撈籌碼。點樣一回事呢？呢一個就要講翻起佢嘅上位史啦。同樣都係嫁俾頂流天王，呢幾個天王嫂嘅上位局呢，可以話係天差地別。有人兵不血刃，唔聲咁就將億萬身家死揸喺自己手入邊；有人死啃24年，由無名無份嘅隱形人到拿捏天王嘅命脈，仲犀利嘅係直接由底層離異打工妹靜雞亦集成為天王嫂。但係點解只有得方圓自以為風光嫁俾咗天王，但喺背後呢，卻防得滴水不漏，連生3個細路仔，但連套自己嘅房都撈唔到呢？大家好，我係阿 wing，今日我哋嚟揭開內幕，睇一睇呢5位頂流太太嘅上位內幕，睇睇名利場裏面嘅女人手段到底有幾咁硬啊！1. 方圓看似風光嫁天王，實則無房無權，全程俾郭富城嚴防死堵。郭富城喺情場上邊一向都係算計分明嘅。當年洪大林陪咗佢整整7年，陪佢捱過咗唔少嘅事業低谷，到頭嚟只係落得一個體面盡失嘅下場。7年嘅心情連一對名牌嘅鞋都捨唔得送。分手嘅時候更加係乾脆利落，冇半分嘅留念。就喺所有人都以為佢會選擇一個勢均力敵嘅圈內伴侶嘅時候，佢擰轉頭就娶咗網紅出身嘅方圓。早前黃思聰爆出嘅猛料直接撕開咗方圓嘅網紅濾鏡。佢並非天生嘅氣質名媛，而係 Amy 姐網紅流水線打造出嚟嘅成品，標準化嘅溫柔人設，統一嘅談吐儀態，專門對接香港娛樂圈大齡頂流。喺香港娛樂圈混跡數10年嘅郭富城，唔可能睇唔透呢一種套路包裝，但係佢並唔在意，佢要嘅從嚟都唔係靈魂契合嘅愛人，而係一個年輕溫順、安分聽話、可以安穩生育嘅婚姻搭檔。而方圓啱好完美咁契合佢所有嘅需求。婚後嘅種種細節都徹底暴露咗郭富城嘅層層設防。方圓接連生咗3個細路仔，為國家開枝散葉，至今喺香港都冇一套屬於自己嘅房產。佢父母常年從內地赴港幫手帶細路仔，辛苦咁多年郭富城始終都唔俾2個老人家入住自己嘅億萬豪宅，情願每個月使6位數嘅重金喺外邊租房安置外父外母。國家嘅財政大權幾廿年嚟都係牢牢揸喺經紀人小美嘅手入邊。作為跟隨住郭富城打江山嘅元老，小美係佢最信任嘅人，常年住喺郭富城嘅豪宅隔籬，數10年雷打不動，每日登門處理家事同埋財務，徹底把控國家所有資金流向。媒體當年持續跟進報道過國家嘅財政規則。郭富城本人亦都多次公開採訪坦言，自己從唔清楚個人具體總資產，全副身家交由小美全權打理。佢每日固定劃撥100萬家庭開支，其中俾到方圓嘅個人生活費僅有20萬，並且每一筆花銷必須提前報備用途金額，獲批之後先可以喐。外父外母喺香港租房嘅費用、日常家用、保姆薪資、細路仔嘅大額支出、屋企當中嘅大件採買，全部需要填單報備。經過小美嘅審核簽字，方圓喺此光鮮手入邊只係得零碎嘅消費額度，毫無資產話語權，只係負責打理家事同埋育兒，始終都係呢一段婚姻裏邊嘅局外人。呢一個亦都係佢情願俾人鬧，亦都要夾硬入去內地嘅綜藝，瘋狂咁樣刷流量嘅核心原因。天王嫂嘅名頭只係一時嘅濾鏡，絕非終身保障。冇資產、冇股權、冇個人事業，一旦婚姻出現變故佢就一無所有。綜藝上邊搶佔特殊資源，事後強行立人設嘅操作，都係佢急於俾自己鋪路、積攢底氣嘅真實寫照。羅美美俾全網嘲諷瘋癲，靜雞雞拿捏張學友全部身家。
媒體呢長年盯住羅美薇嘅潔癖大做文章，刻意將佢塑造成為神經質、性格怪異嘅女人。圈內流傳多年嘅猛料足以顛覆常人嘅認知。佢出門必須要帶消毒水，出去食飯從嚟都唔使用餐廳嘅餐具，全程自備全套碗筷，居家標準極之嚴苛。3年炒咗21個菲傭，因為要求太過嚴格啦，直接俾香港嘅家政公司拉入黑名單嘅。所以好長一段時間，全香港都喺度調侃張學友，話溫潤儒雅嘅樂壇天王娶咗一個性格古怪嘅妻子。但係張學友從嚟都唔在意外界嘅流言，多次公開表態自己世界入邊只係得老婆同埋細路仔，心甘情願俾羅美薇拿捏。呢一份獨寵源自羅美薇陪佢捱過咗人生嘅至暗時刻。張學友走紅冇幾耐，事業突然之間斷崖式崩盤，唱片銷量慘淡滯銷，登台演出俾觀眾當眾喝倒彩，趕落台，尊嚴盡失。低谷期嘅佢徹底沉淪，日日買酒買醉，街頭失態，嘔吐都係常態啊！醉酒之後仲曾經衝動咁樣去衝撞記者，一度被警方傳喚問訊，口碑事業全面崩塌。當時圈內冇人敢出面相助佢，係羅美薇連夜奔走公關，擺平所有嘅輿論同埋糾紛，幫佢穩住最後嘅圈內立足之地。圈內嘅親友、合作夥伴亦都紛紛遠離，冇人願意黐住一個過氣嘅落魄藝人。彼時嘅羅美薇早就已經憑借《開心少女組》爆紅，係香港娛樂圈炙手可熱嘅當紅女星，顏值、資源、人氣樣樣頂尖完全可以選擇更好嘅人生。但係佢始終不離不棄，守喺落魄嘅張學友身邊，幫佢收拾殘局，安撫情緒。一啲啲將頹廢擺爛嘅佢由泥潭裏邊真係拉咗出嚟。真正令到張學友徹底離唔開佢嘅，就係呢一段低谷時期嘅陪伴，亦都係張學友最低谷嘅嗰一年。羅美薇主動巔峰退圈，放棄自己蒸蒸日上嘅演藝事業，全程貼身陪伴，緊盯住佢嘅作息同埋情緒，導致佢再度飲酒沉淪。呢一份患難與共嘅情誼令到張學友記咗一世人。後嚟張學友登頂樂壇，火遍全球，身家暴漲，可以主動交出所有嘅財富同埋事業主動權。佢本人甚至講唔清自己有幾多嘅資產規模，淺水灣、清水灣等多套核心嘅豪宅，以及全部海外投資嘅物業，雖為夫妻聯名，實際掌控權、處置權全部歸俾羅美薇獨有。屋企裏邊嘅所有開支、資產規劃、事業佈局，全部都由佢一個人講咗算。張學友數十年從嚟都唔會過分干涉半分，所有嘅潔癖強勢不過係佢守護家庭、守住家底嘅方式，而佢先係真正嘅張家話事人。3. 朱麗倩隱身24年零曝光，捱走所有對手，成劉德華唯一底牌。朱麗倩從嚟都唔係依附劉德華嘅普通素人，佢出身馬來西亞嘅老牌豪門，後生嗰陣時攞咗選美嘅季軍，容貌明豔，氣質出眾，係吉隆坡實打實嘅名門名媛，從嚟都唔缺追捧同埋資源。但係自從認定咗劉德華之後，佢親手退走咗所有光環，開啟咗長達24年嘅隱形人生。當年嘅劉德華係全亞洲嘅頂流偶像，粉絲基數龐大而且極端。楊麗娟嘅事件轟動全國，唔少嘅狂熱粉絲放話，只要劉德華公開戀情、官宣結婚，就會採取極端嘅行為。為咗保住劉德華嘅偶像人設同埋演藝事業，朱麗倩默默咁樣捱低咗所有委屈同埋孤獨。相戀24年，兩個人從未公開同框，街頭唔敢拖手，唔敢結伴睇電影，唔敢共同出行，坐飛機要前後腳分開登機，坐車全程都要縮喺保姆車嘅窗簾之後徹底都係活喺公眾視野之外。最美好嘅青春年華，佢隱姓埋名，放棄個人事業，捨棄所有嘅名氣，無名無份，默默咁樣做住劉德華背後嘅影子。2009年，朱麗倩嘅父親離世，佢深陷悲痛。隱忍半生嘅劉德華終於放低所有顧慮，喺人潮湧動嘅機場，
第一次大大方方拖起朱麗倩嘅手，直面所有鏡頭，公開承認咗呢一段深藏20幾年嘅感情。呢一次公開拖手係佢24年默默堅守換翻嚟嘅正式名分。朱麗倩當年參加嘅係馬來西亞新潮小姐選美賽事，攞咗季軍之後呢，一度被當地嘅娛樂公司力邀出道，手握絕佳嘅入行資源，但係全部都為咗劉德華通通推咗啦。隱婚嘅24年間啦，佢唔單止係唔可以公開企喺劉德華身邊，就連劉德華嘅親友聚會、家庭宴席，佢都全程避嫌唔露面。劉德華早年拍戲經常日夜顛倒啦，常年奔波在外，屋企裏邊嘅大小瑣事、長輩嘅照料全部交俾朱麗倩遠程兜底。佢仲私下低默默幫住劉德華打理馬來西亞、香港多處物業嘅租賃同埋管理事宜，所有事務低調落地，從不留名。數十年嘅隱隱犧牲換翻嚟劉德華半生嘅零緋聞嘅絕對忠誠，亦都令佢喺劉氏家族企穩咗無可撼動嘅核心地位。如今哪怕係容顏褪去佢依舊係劉德華最堅實嘅精神依靠，冇人可以代替。4. 阿 Wing 由打工仔到黎明枕邊人，冇名冇背景卻成為最大贏家。冇錯，黎明嘅太太亦都叫阿 Wing， 佢唔係乜嘢大明星，亦都冇乜嘢背景嘅。早年阿 Wing 就係黎明嘅唱片公司 A Music 裏邊嘅一個普通工作人員。當年公司簽咗後生靚仔嘅李治廷啦，阿 Wing 就被派過去當李治廷嘅貼身助理。嗰個時候坊間有個幾咁轟動嘅八卦，當時阿 Wing 明明結咗婚，但係因為同李治廷喺工作上邊行得有啲近，成日出雙入對，甚至俾港媒傳出咗緋聞。後嚟阿 Wing 確實離咗婚，但係呢一段八卦亦都喺香港娛樂圈熱鬧咗好一陣。喺嗰陣時邊個都冇將呢一個長相普通、啱啱離異嘅女助理同埋高高在上嘅天王黎明諗埋到一齊。但係故事嘅轉折偏偏就發生喺黎明人生最需要安靜嘅階段。2012年，黎明同埋樂基兒離婚。樂基兒係嗰種中意玩、中意鬧、性格極度張揚嘅性格。咁呢段高調嘅婚姻令到黎明覺得只係剩低疲憊。人到咗特定嘅年紀就經唔起搞噶啦。黎明想要嘅只係剩低清靜同埋絕對嘅隱私。呢一個時候，一直喺老細眼皮下低做嘢嘅阿 Wing 就有咗近水樓台嘅優勢。佢做嘢好爽手，最關鍵係把嘴好嚴，從嚟都唔到處四圍講老細嘅私事。兩個人喺長期嘅工作接觸裏邊關係亦都慢慢咁發生咗變化。香港嘅狗仔幾咁精明佢哋好快就聞到咗公司內部氣場嘅變化。因為阿 Wing 喺公司嘅地位肉眼可見咁飛升咗，媒體有傳佢唔單止由個小助理一路升到營業部嘅經理，連老闆黎明嘅專屬車位都變成佢喺度停。公司亦都有人喺度八卦爆料啦，話佢有咗老闆娘嘅底氣之後，做事作風變得好強勢，甚至惹嬲咗一啲跟住黎明打江山嘅老員工，搞到人哋好唔痛快，相繼離職。不過外界同埋舊同事再點傳，黎明就係按兵不動，對外半個字都唔肯多講。直到2018年，狗仔直情拍到阿 Wing 挺住6個幾個月嘅大肚，開開心心咁樣去逛超市揀 BB 床，而大家先至發覺佢早靜雞雞搬入咗黎明嗰套佔地幾百平米、價值過億嘅上水獨立屋豪宅啦。消息一出，全網炸鍋，眼睇真係收唔住啦。黎明乾脆喺社交平台發咗個動態，直接承認做咗爸爸嘅事實，仲表示兩個經歷過離婚嘅人有機會行埋一齊，已經係一種緣分。阿 Wing 呢一條上位路冇咩驚天動地嘅純愛傳說，亦都冇24年不見天日嘅隱隱，佢就係啱好喺黎明最疲憊、最需要安全感嘅時候，提供咗一個絕對安穩、唔出意外嘅後方。佢唔理外界點樣議論佢嘅過去就係唔聲唔聲做大件事，最終穩穩陣陣咁樣坐實咗天王嫂嘅位。5. 昆凌
全網羨慕嘅婚姻童話背後藏住最清醒嘅上位套路。講完娛樂圈四大天王嫂啦，咁再睇一睇周杰倫呢一位華語樂壇周天王嘅婚姻。佢同昆凌呢，睇起身係全網羨慕嘅童話，實則係一場步步精準嘅長期通關。古仔呢，要從2010年講起，嗰陣時嘅周杰倫啊係當之無愧嘅華語樂壇孤王，啱啱呢行出咗轟轟烈烈嘅雙追戀，又經歷咗周后戀被全網圍剿慘淡收場嘅落寞啊！彼時嘅佢呢，早已經厭倦咗娛樂圈高調張揚嘅戀情糾葛。佢身邊太缺一個純粹溫順、足夠崇拜佢，仲可以絕對守得住秘密嘅女人。就係呢一個節點，17歲嘅昆凌出現咗啦。當時嘅昆凌年紀仲細，只係周杰倫投資嘅潮牌店裏邊嘅一個兼職小 model， 帶住混血嘅長相，氣質呢就軟萌怯生生咁樣。後嚟啊，佢就報名試鏡周杰倫嘅《你好嗎》嘅 MV， 成功被選中咗，亦都係第一次真正行入咗周杰倫嘅視線。圈內一直有一個真實嘅傳聞啦，當初呢一支 MV 原本全程都有昆凌嘅鏡頭，但係兩個人曖昧嘅情愫呢啱啱發芽，周杰倫為咗保護呢一段地下情，杜絕所有嘅外界干擾，直接狠心刪咗所有昆凌嘅正面畫面，另外揾咗女演員重拍咗全部鏡頭。換作普通嘅後生女仔啦，好唔容易攞到天王 MV 資源，最後鏡頭俾全部刪晒，大概率呢都會委屈抱怨、發脾氣、求一個講法嘅。但係昆凌全程都係安靜配合，唔問緣由，唔鬧情緒，唔對外透露半個字。亦就係呢一刻，周杰倫認準咗呢一個小姑娘，懂規矩亦都沉得住氣，完美咁樣契合佢對於隱私同埋安穩嘅極致需求。大家要知道啊，歷任嘅天王女友都係台媒狗仔嘅重點圍堵對象，想要坐穩呢一個位呢，最高嘅鐵律從嚟都唔係顏值，而係聽話、隱身、唔添亂。拍拖嗰幾年，昆凌徹底將自己活成咗隱形人。之前侯佩岑同埋周杰倫拍拖嘅陣時呢，俾狗仔追到鏡頭前邊都崩潰失態。但昆凌呢，由頭至尾貫徹啞巴戰術，將抗壓能力拉滿。嗰幾年嘅狗仔經常都係長槍短炮咁樣懟快嘅變道啊！直白咁追問係咪同周董喺度交往緊，佢永遠只有一個反應，保持甜美嘅微笑，閉口不答，半個字嘅信息都唔會洩露嘅。為咗守住呢一段地下戀，佢直接停用註銷部分嘅私人社交賬號，徹底斬斷咗對外嘅所有曝光同埋痕跡。兩個人一齊出國度假，佢永遠自覺咁樣行喺周杰倫身後嘅3步開外，刻意避開鏡頭，避開人群，絕對唔搶鏡，絕對唔製造任何嘅緋聞話題。台媒嗰幾年幾乎全年都蹲守周杰倫嘅行程，無數次近距離揸拍，但係始終揸唔到兩個人任何嘅親密同框，揸唔到一絲絲嘅戀愛實取。一眾資深娛記都公開感慨，從嚟都未見過咁有忍耐力、規矩感如此極致嘅圈內女友。真係懂事隱忍仲唔夠啊！昆凌最犀利嘅一步呢，係攞低咗周杰倫嘅核心軟肋家人。周杰倫係圈內出咗名嘅孝子，過往嘅戀情無果，好大一部分原因呢，係因為前任難以融入佢嗰種傳統嘅原生家庭，同母親葉惠美嘅相處隔閡好深。但昆凌呢，完美避開咗呢一個雷區啊！嗰幾年兩個人但凡外出度假、出國遊玩，昆凌從嚟都唔會要求二人世界，反而呢主動接納葉惠美嘅同行。一路上佢包攬所有嘅瑣事，全程陪葉惠美聊天解悶，細心咁樣攙扶老人，打理飲食起居。長途飛行嗰陣時呢，主動將闊落舒適嘅位讓俾婆婆，自己呢縮喺角落將就，事事周到，處處貼心。長年累月嘅貼心付出，令到葉惠美對呢個冇大小姐脾氣、溫順孝順嘅混血女仔呢徹底改觀。葉惠美多次喺媒體採訪當中直白咁樣讚昆凌貼心懂事、踏實靠譜，比好多圈內嘅女星安分太多啦。公開認可嘅態度毫不掩飾。喺周杰倫嘅人生裏邊，母親嘅態度就係最終嘅答案。葉惠美徹底點頭接納嗰一刻，昆凌嘅天王嫂席位呢就已經穩穩敲定，徹底揈得咗所有過往嘅爭議不斷、難以融入家庭嘅前任。
2015年1月17號，英國塞爾比教堂一場耗資千萬嘅世紀婚禮轟動全網，所有人都以為呢一個係周杰倫送俾昆凌嘅浪漫童話，滿足咗所有女仔嘅公主夢。但係睇透圈內門道嘅人好清楚，呢一場婚禮唔係單純嘅浪漫，而係周杰倫俾呢一位隱忍多年、全程通關嘅女仔最隆重嘅終級授婚。昆凌用數年青春、絕對嘅溫順、極致嘅自律，完成咗普通人都難以企及嘅階層跨越，穩穩紮根，周氏豪門。五個女人，五種截然不同嘅上位生存法則。方圓靠住包裝入局，終身被設防、被隔離。羅美薇憑患難真情緊握天王嘅全部家底。朱麗倩以半生嘅隱忍捱到無可替代嘅精神支柱。阿 wing 靠住鐵血嘅手腕，逆襲掌控商業版圖。昆凌靠住極致嘅懂事同埋隱忍，通關豪門，坐穩頂配人生。娛樂圈嘅婚姻呢，從嚟都唔只係顏值定輸贏嘅，而係精準嘅價值互換、心理博弈。所以方圓呢一次綜藝翻車暴露嘅問題真係太多啦，亦都令到大家睇到嗰個睇似最風光嘅天王嫂，可能啱好就係手入邊籌碼最少嘅嗰一個。大家有冇睇到呢一部綜藝呢？有啲咩諗法都可以留言同我哋一齊傾一傾。